連續飛躍一連串嘅高懸崖探寶。我哋嘅醒獅有百態，係邊百態呢？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動、靜、驚、疑。睇下我哋嘅雄獅點樣喺山峰山脈上邊展現百態，點樣去揾青、尋青、探寶、探險。懸崖掛裝探寶單裝，裝頂係38公分。而家為大家表演嘅運動員得9歲，係我哋嘅全場最細嘅運動員，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。
青。原來我哋嘅食物喺山罅石壁嗰度。我哋嘅紅絲終於採到食物啦，擺咗喺個安全地方，慢慢去品嚐，睇下有冇同類同佢爭食。食，大啖咁。我哋嘅小黃準備落山啦，正所謂落山難。表演完畢，掌聲鼓勵，感謝大家，祝大家節日快樂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錢財不遇，走好。